你打我啥？你打我啥？今天也邀请到了太乙真人的配音演员张家明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各位伟大的视听部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张家明。我在电影《哪吒之龙将士进哪吒城隍闹海》中为太乙真人配音，可能这个声音大家不太熟悉，那我就用右边这个胖子的声音跟大家再打一次招呼。对，这就是我万神敬仰的太乙真人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才们，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成都创业，来到成都发展，也希望要是交到你们大家的手里，我们一起打开未来的航空之门。谢谢。我是代表可可豆来招生的，你背后有可可豆的招聘信息，欢迎来可可豆。不客气。压力好大呀，国豪都来了。